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即摆有偌年啊无水才好。这个水利署上新的统计，台中德基水库的储水率落破到4%，剩3.7%。这个德基水库伫咧台中市和平区，伫咧大甲溪的顶游，平常时啊出入拢有管制。华视新闻团队特别申请进入到管制区，看到水库现部的状况，有影是真惨。这个水位落降到80公尺，大约是22站楼啊悬的悬度。啊，这个水嘛，敢若剩14天的使用量，讲建坝以来，毋捌看过这么低的水位。华视记者直击台中德基水库的水呢，到底缺的有多严重？可以看到，现在目前水位真的是非常的低，而且呢，记者现在站的位置本来都是被水淹没的，现在的泥土呢全部露了出来。那水位到底有多低呢？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浮台，这个浮台位置呢，原本呢应该是在1385的这个数字，工作人员呢从那个楼梯走下来，走上浮台，搭着工作船呢在这里水里面巡视。但现在呢，浮台呢已经低了这么低，和原本的位置相差非常的多，就连水库的管理人员都说，从建坝以来从来没有看过水位这么低。这个是我们建坝以来，从民国63年建坝以来47年来的第一次了。那个满水位的高度是1408哈，但是现在因为我们今天早上7点的这个水位高度已经降到1327.43哦，几乎降了大概80米啦。管理单位讲，自去年6月开始，雨量真少，水位就开始下降。就算即马配合中央调度，逐工要是要流出7 CNS 的水，不过逐工流入水库的，敢若3 CNS， 较无一半。涂骹拢是原本水库内底鱼仔的尸体，水库规个干去。连伫遮待10几年的农民嘛讲，无看过这种情形。从来没有，而且。父子辈那一代也说，从水库建立到现在，从来没这么严重过。所有梨山人都很绝望。为什么绝望？因为没有水啊。农民拢真烦恼，因为毋但德基水库欠水，目前中部水库的水情也是真暗。新竹宝山第2水库脱水率6.4%，苗栗的永和山水库6%，明德水库9.8%，李溪淡水库7%，台中的德基水库上惨3.7%。遮尔严重的可化人力完全无法度改变，真正艰难山毋望天公伯啊赶紧落雨，而且落伫集水区才有法度解除。